將堂會嘅經費1/10，我哋支持差傳咧，嘅教會係多咗嘅，所以困境裏邊往往有神特別嘅恩典。駐邊陲，立足東南亞，注目歐亞非。浸信會差會成立之初，究竟應該有啲乜嘢嘅方向，應該有啲咩嘅目標呢？既然上帝嘅恩典一路嘅，縱使係困難，佢仍然嘅嚟帶我哋走前面嘅路嘅時候，我哋應該有啲乜嘢嘅回應？你係嗰位豐豐富富滿有恩典嘅神，我哋係同心合意興旺福音。所以求你繼續帶住我哋走前面嘅道路，因為你嘅恩典必然夠我哋嘅使用。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天父嘅慈愛、聖靈嘅感動，隨我哋每一位同在，特別與恩哥會同在，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